독슈디 자가 실은 맛이 벽에 실은 맛이 어디 길라든 바슬라라는 게 독슈디 독슈 소마다 딱딱한 줄 독버스도 미 독번데 소마다 교슈 닝자 사슈 닝자 主播可以提一些就业的建议啥的吗？啥？就业的建议给这场不写我。我谈的캐나다 대학이 구류딩 운행아 하스라 공매 근저이나 하스라 공매 아니 가세 이제 랑가 이제 대야 배도 거를 단다다 개난 구류 상문이 학공도 깔래 갖고 싶나 유매 학국이 들래 딱 원수 근저스 깔래 갖고 유매다 디게 년미게 통계들래 요 말에 나라 구류 비기나 요 말봐 지단 얘기하지 니 슈스시다 게 숨수시 아다 집단에 이제 리 깔래 갖고 요리 이제 300미시 딱 배선 랑게 첼레디 랑 근저지 레게 체나 라 칼로그로 다 템포 용야 다 디랑 수소 따르바 랑 수소 템포 간이 주도 야면은 수소 연된 장야 망간이 주도 어디 다리 디가 나 돈도 수소 김산차게 그시 수소 나리야 어디 수소 칼로그래 배도 용법 지고려 대제 미상만 미워네 보고스네 다 능미 신변제 내가 맵체 스카단제 미랑게 디카레 용법 고딩에 민제 있나 아니 배도 베사브리 아니 수수 진이 마저배 내가 추가하지 그래大学即将毕业可以签第三方协议吗？是哦呀，当然不是的，大红组，当然的阶级的别或者咱们接着去注意，当然还或者空没，我那还或者空没，不是啊，是的，还没可能我那阶级长不赢还空没。卡里是雷公的到了，第三方协议谁给你签？你给谁签？什么公司？看这是前年吧，苏大前年吧，卡里几年签几年？第个咱们还过。디가 sama 다 수수 영지 다오다 수수 영지 다오다 니를 삼나 계시 아마 되나 아마 챵제마 되는 가 레그라 갖고 어려워 말해 수수 专业 가래 专业 디나로래야 라나岗位 그게 장소 差不多么多 사지 가봐 주니 마 디가 상마 잘래 되어리 디签不签 디 좋아 말이 내 삼다 망보 어려우네 姐我很容易生气怎么办是大钱的年拿了说我你陪做龙点点我来龙给人这一狗仗势人特别不好，因为去寺庙里撒。狗仗势特别不好，因为去寺庙里撒呢？看这是，身高有点矮，平时自卑怎么办？虽然了马不读书多大，但虽然马不读书多，矮的定义是什么？1米几才算矮？你不会只有1米吧？那确实挺矮的。那不是只有1米的话，你不是矮，你是正常人。然可再有吧，你有1米吗？你不是只有1米吧？那你1米的话，我也会觉得你有点矮。但如果你不是你比1米多一点的话，你不是矮啊，你是正常人。我的亲戚朋友在说啥？啊，你卡罗嘞？말다 랑 토나 콘소 우르스레 콘소 카르페 카르토레 랑 토부유는 랑게 요 말에 토세디 요 말에 카레 이제 즈베 메이징 이제 토 주야 메이징 즈베 디네 랑 토르 찍치는 콘소 고무 메이징 고무 갸로지 이제 스레오레 카레다 콘소다 저와 카로레 러 가르치 도스다 니 키란노 가르치 도스 nga mabuba kiran노 가르치 도스 nga 깁시나 도 nga 수간지게 마부도스 님도스 Несгис. 아자 두다스. 아자 베게급 차장호라 망부십지 침브리. 아자 통기 따기 토부 디기즈 요리. 아자게레 nga 토부문도 마부도 스문도 따라 수인바스 nga 마부도 스라 락동 초마 락동 이제 촌베나로 베바소 제 촌베나로 데딩 요란지게 nga 마부도스 온지 가르요스다. 따르바. 미 치로 치게롱바치 미지부 그제 뭐 그제 돈 아니 락도나로的去读对子嘛你自己不填不读个生不的所以说락도나 주的你还要挑3拣4我呢
你是个人，你马不多低马比这个已经不是低的标准，这是正常人的标准呀，不是低呀。你有1米的话，那对不起，我就要说你低。放增高些点也行啊，这个人，我呢，让是不是这样？刚不表扬这么混了，刚不白的或者这是外交钱这没第一次其他打这，俺弟要嘛的，白白上这些给巧嘛的，叔叔空过的，叔叔了，他皮要嘛的，困你做那空过的。我这里，我可是个对裙子，这大不这裤子是吧？你搞不准空多，我的差的，我搞钱不差个基因要嘛的，年数不或者拍卖基因，这搞钱不差基因这要嘛的，我特皮要嘛的，我空过的，我那现在比个人这么通过的，是那我囤电啥的还是屁电，我的空过的，人这么的拍的对怎么裙子大本这空对怎么，这是我自己的审美，我觉得好看。然后所以身边拿了，这几个人怎么都生不动呢？困，韩国拿了那个地开来，我的咋家都是叫大的，地给我嘛的，俺今年所还搞不着嘞，地所我那个地马大，拖在马大，我的拖在地没什么，地了俺地空过有，地要是多，开始呢俺的拖所拖有那阿生呗，那拖不每年开要嘛的，俺的堂里讲俺几对这人。但我的叔叔，他那么做多了呢，这苏博一呢，这普通朋友上马说苏马不拖不，过不钱不穷，我们钱不穷，俺的呢，很多普里呢，看来这下家不是呢，他又说了吧，他我这捐说的这长毛了，不要总是女生在捐，男的也捐起来，一起捐呀，一看总是女的在捐，我们那会儿。捐起来的，捐起来叔叔上不当，叔叔还搞不着的，地开要嘛的，地伢的人，地伢的几对呢，往这人，他皮卡着的，他的。该男人在拉萨能听到90%拉萨话，但不会都是拉萨话，然后回话的时候也只能会汉语，超尴尬啥？哈话，第年哈话，该男是呢，我的四川多吧的，俺们就把那个往这日本那是玩呀。是，但是他需要嘛，这个怪不了你，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个怪不到我，怪不到你，怪不到任何人。你看给我嘛的，一年要嘛的，一年三不耽误的，尴尬钱嘛对不起，是吧？尴尬钱嘛对不起，啊你不觉得卡斯多，你尽量试着去想，就很正常。你看你现在听到这儿了，你已经听到我的很多拉萨话了是吧？然后我这下给住了吧？中嘛怕来三米给些对来考，怕了对来刚解释你真的了也有不起大的，但没几个问题是呢，但得出在或者给不的，不要行山要穷啥的，住过的。可是没长不了几百吨的了，上面电影名证嘛的吧？叔来过的，叔拿说瓜药的，叔落中药的，长叔这其他药的吧？大把米里个加拿大米里个给的一个的米里个这个长了，大把上土呀地药嘛的，让你上过呀嘛的，那叔前头不得钱大的，下次你就不用尴尬给小嘛。大晚上别说烟了噻，我不是晚上，我是下午。我想提升一下自己，主要是我一个同学很看不起，上学的时候也是，现在我不是我也是，不是嫉妒，所以该怎么办？我想提升自己，主要是，哎呀，等下让他一背考掐的下，提升自己需要嘛的啊，不能答应的大家是嘛，我们别或者他不洗禁止啦，这个多啊，然给这是我的一个同学很看不起你的同学在看我的直播间吗？所以他比你差，他都不在这个直播间里，他都不能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个话题，你觉得他能好到哪儿去？不要跟这种人比，无奈。除了生死啥都不是噻，哪里不满电哪里当啥人，我那会儿。我牙齿也是不大但接受噻，当做无对了，我也吃完来的。我来吃完叫的就是通多，对，那是我给些对嘛的，对那点那哪啥嘛的，你给么手机1000不了，手机给那么些你吃完，谁那点那哪钱不了说多，这钱那么多，这钱说那够多，今年多，对，可是现在才团点么多，第大年吃完第，团点多，娱乐不来呐，体委讲看的是呢，娱乐不过忙钱要嘛的，去这个对呢，矫正牙齿是第一步。
90%的小孩都要矫正牙齿。恰子说起这不有呢没呢，说个说不得就我说嘛，你的下颌如果你恰脏了或者矫正起来说，打控嘴是呢，打控嘴上路打。控嘴是呢，我的想啊，起话有嘛的，没恰不见啊，那么有人起话都让出去个的拿脚不先拿药呗，然后说了牙套嘎有嘛的呗，是年这恰不有。啊，但那控嘴让脚不要呗，是怎么？我那俺脚不有那俺马斯进下来的，这嘛的，控嘴也没参见，就是很天真的无知。我这想俺给这说的，让这更牛没白说的，无知的天真和天真的无知，到我的恰了吧？我这些，我是给这出于。我就是给这出于，俺我的那个吧，你没属于没，俺给对难的赢，俺做对子嘛，俺做去这个对子嘛，俺这三路，俺这牙套大的，俺这三路出钱本这开我嘛的，俺最基础拿落来，第八或者他出钱本这要嘛的，第一个了 ，of course， 加几，看来是苦有钱的，俺最看那最看出东西，这出国个是要嘛的，第几个第堂年钱花的，发达了我吧的，别的可能赔给钱不这哈，赔给钱不这要嘛人，俺出去不对，特别要嘛。丫头按照没有钱哎，人对什么？这哪次这面白说过，看这个嘛了，弄就赔礼的这哪里啊？下嘴叫我们说那么气三这，你没看那装么说嘛，装面啥我们说那么三十年这，咱们大半这肯定也出去不对呢。水多说了当年有嘞。说前面就说俺一家的，这说东北这边做嘛的，俺那看到你胡做这说，我做这嘛的事，那对要嘛的，这他没去让给我的事，这是我的马斯基利亚想多哈呗，看这个想多哈嘛的，看这个想多，他没俩不个吧，没长嘛，这生活的是我嘛的嘞，看这个这生活的，看的是那控制基础的那些呢啊，说了加大的要嘛的，鸡蛋鸡草，我那鸡草的。鸡蛋给来个鸡蛋吃的，我就他那就见那水也去打吃的，可是我那想来个去军着，第一打前面都什么的，但这什么我自然说了假是他刚有没着，说很多这吃完运动这嘛团结这是下什么没呗。第三把我去见不懂，俺都去他怕见不去了你爹哈公呗，我就去了我就啥去年用脚嘛的，去了我就去了他的到我去些年干了什么大我嘛的什么呗。俺妈不接亲们，这个来不吧？俺这可多过了，妈的给哈公白白是怕死的。现在看咱做嘞，上面电视机所以说地球的训练嘛的了，所以说规模大，我呢，看了一年嘞，老不地钱呢，嘛不的，垃圾地个子嘞呢嘛差不的，老不地个子钱呢嘛差不的，食物掏出来地个子面呢嘛差不的。我就第几我来那个来个巧不要了不工作，小时候还把牙齿拿绳子上，我第几个面去的，第几个面去的人那是假的，切皮个是他都没有用，数据过头怎么切皮了个做了吧，切皮他白干了嘛的少单，那他不给不吧，哇切皮 top 是那但那他人不行拿钱嘛的呗，倒不是好做没呗，你说切皮你们都批做没呗。越发达地方越重视牙齿，这是对的。现在，我想请问一下，这不会我上做直播会藏语，我在直播间一说藏语就会被抬下。那你没关注我吗？你先关注我就跟你说。我有自卑，我平时跟别人说话时，我特别害怕说错话，我怕我怎么的。当然，当年乐于的，然后多嘞，上面这当个吃啊，上面这个上面挪差不的，挪脚的，然后上面这活打活要嘛的，然后看着上不来是呢，米掐嘛的，是，然后挪死的，然后就像那年轻不的，然后心有个嘛的，但然后明的吃多啊，人我这看来，年落心了，就像那然后落心过的，这个说明你比我好吗？没有吧？这个说明我比你厉害吗？没有。你现在在这边请教我，你觉得我比你厉害吗？没有啊。马达俺来看我开我马达，让来搞不开门多，让明时代白硬差不十几百，卡不十几吃多，你落么心啊明着。米到啊要嘛的，米让这个3年以内，让给这些东西，让给白的可能，见不了米土了都是呀，看这么看这成的米到啊就是什么的，米大个让得的让了大个让。
谢谢姐姐指导噻。我打票给贴通，等一下藏语直播你加一个人，但是要给钱，这个要给钱，这个要开那个开通，这个藏语直播就是要开通，你要给钱，你能接受吗？你能给的话，我就给你推那个大哥给我做那个藏语直播那个大哥。那个400块，我不知道他现在涨价没有，因为我是2月份做的，他之前跟我说都是400块，然后每个月都要给钱。对的，你也得。姐，我忘记性特别强，看这小伙子白色，忘记性是那看来就是记忆力特别差，是我呗。当年了，当俺们嘛啦，今年没干那机器，脑电波3这边这没呗，脑电波是嘞 ，CT 脑部 CT 3这边，然后给上颌下颌这个腰左脑左半脑啥右半脑啥，这个腰耳朵这么多几点，年了，第俺们那个囊大们都是个多呢，俺是属于记忆力训练起来的。好的，明白了噻。你要的话，我现在给你看他那个微信，我这样给你看，你直接加他就行了。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就算了，就是要给钱。大家多你说这事，你说现在清没呗？你两面干那钱，看的是记忆力的那边那罗给的，找啊数钱不要的工作。你让给300啊，我前些要我们都啊300，结果给代表没行，我那现在让那边那捐钱不他有点大，捐钱不是在打完这，具体出来说人这钱有点大，随行。你没干那的，你现在股没的，你看我嘛的，让他拿参谋训，你看我嘛的，是没参谋训举人呢。这的，这那个的让了，看这跟这巧有没？男生偏瘦如何增重噻？多吃，然后去健身。你先吃吧，你先增重吧，就不管是肌肉还是脂肪，你先把重量加起来，然后你吃到一定的脂肪程度、脂肪量、体脂率，然后你就再去健身。然后你的重量不会下减，但是你会变壮变好看。这样心直口快的习惯怎么改？但是心很软，说完特别后悔，怎么特别自责的性格艾萨。你老公，你可能不太想听这个，但是有一说一，这个不叫心直口快，这个叫你不动脑子，你懒得动脑子，你要动脑子去想接下来。你要传达给脑子传，你听，是吧？你特别是那迷你卡最一个噻，你先听差不多有么的，俺做那个解释是没呗？我的你那把钱，那边处理起来的，那边处理起咋说呢？那边那罗那看到你妈对呀的，对 ，communication 俺谈到老庄讲啊，我的 communication media 是的交流沟通是为什么？怎么样沟通？然后那边有么的，然后那边估计等个没白打的，但我对怎么办？然后有么的，空气差。独家看起来说，独家看了，得心直口快3码大，这个就是你不动脑子，心直口快就不要这样说，什么刀子嘴豆腐心，什么这些都是骗人的，就是你不想动脑子。然后3档的，然后其实我一直这是考不的，他妈看那写呀的，可这子写好多，动人率可这子写好多，说起中可这子写好多，那边你看那嘛写。个哩姐姐，俺做那火差不多，咱们看你打我们打。还是聊聊外面世界和里面世界区别吧，这样你也不就穷不啥东西，你看路了，也是吃的，你那个，看这个了不对，因为太广了，这个受力面太广了，我不知道从哪里说呀。我说哎，运气贼好。你刀子嘴豆腐心啥的，一句话都没，给吃长不些。我觉得你是刀子嘴，
你就不可能是豆腐心，只是你后悔了呗，只是你后面后悔了呗。哇！就是在给自己找，你就要说，还要就是你自己做错事情，你还要说啊，不好意思，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我是心直口快，不要介意啊，我很直爽。大家都在介意，你太直爽了，我不喜欢，不要。你要跟人沟通，这个是人，不是狗，不是牛，你要好好说话。他怎么跟你说，你怎么跟他说，不说好好是你要舔他，不是这种啊，这是我们的，你有嘛的，然后去肯定是去给些多怕他让给些，气势不能输，但是你也不要不过脑子，你就是懒呗，让他们懒肉，你就是不想动脑子嘛，其实动一下脑子，你看你在后面动前面动，还不如前面动，这种情况你也能不？一就是你脑容量小，你第一次我们的读不起去，然后那个单一差不多那都是我们的，到底读不是的，读不也不开吧我们就是单一日的量读不日是我们的，然后我们的那边那路空调的空，你那边我的没是处理嘛，接不接？但嘛肯定是单给我们的，其实是两部分，你听脑子要处理一下，你说脑子又要处理一下，所以你说的那个脑子没有处理，你只处理那个听的那个脑子。是来把那个你有的，我那想呢，俺们那年差不多嘛写了吧，的来不及嘛，俺们那年对子嘛来不及个课，来完那罗个啥子新白几个让给别白的课的，你们到罗白的课别年数学过的，年数嘛下不着也懒着，俺就罗了叔叔做个牛不着的就，俺上路灯没呗。俺新呢，才比那边那罗个药材是没呗，我的也懒过的，也能个用那扎，倘我俺们那年的来不的年数对不对？大哥也来个上班桥用那扎，差吧？大哥，但你话中几个啥送啊？给这几个连接啥送啊？你看话，还是聊聊我们世界吧。OK， 姐姐汉语有口齿怎么办？你很介意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没事啊。我觉得没有事，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有要求，可以说别的或者看路来的，第9月不起差点怎么说呢？他不9月不起，说的，这一呢，然后米卡倒嘛的，米然有口吃的，米然了也不能读，米然了第5个3，这倒嘛的，说第9个多3呢，说有的大的。所以肯定给大的，所以谈的这么多谈的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是验证没呗？我这忙死的，看的是那工作标准查询的，然后博主的按这生的这些这倒嘛的，你就看新闻联播，看这是给这些多吃看的，看的是那工作那个的去对人吧，口播这那个的去对人吧，工作农具说那个呢比较年过的，在工作农具过说嘛的，然后工作的大的。还在学里吗？对，关键是再怎么吃也吃不胖吧？啥？你肯定没有用力的吃。然后谢姐说的，现在我让我们的多点什么嘛的，多点处学的，但我不信你吃不胖。但这多不了我娘们是啦，这现在我那会儿说我那是2年过的，破的么说呢？破了呀呗，这轻呗，中间他别说的些，这怕切灯没呗？哎呀我妈！面试的时候，面试官提问完不知道怎么开口，没有内容，要怎么训练姐姐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提问完不知道怎么回答着呗？当然，他告诉面试给这吃不是吧？面试给吃吧？俺的距离要求，俺对子嘛匈牙利旅过嘛的呗，去俺匈牙利个签证办起了，得请吧重庆了呀，大使馆用匈牙利大使馆就重庆和北京嘛，俺重庆去不得，北京想到上海的这里约里上去了，俺辖区的吧重庆辖区的话，俺重庆去不得，俺重庆来去对咱吧，对咱吧，俺面试官去读，俺我这是来说，看懂不起去，给这我嘛的，俺训练他们加钱多钱呗，给这吃不得。你这两俺这让他去，俺我那边那路这拉货的开什么科目多，那不东江去脱不掉国家级了，那不东江去，但我的去对要么的开始，特别是你别的去的，然后吃完吃连这个，他们说明你不够
熟悉这些问题。开始但你谈的技巧了吧？其实呢，开始面试官给问你一些没有准备过的问题。开始这一呢，到底你样别抢嘛的，你也别的对怎么面试官给俺给吃下的，地上吃一去，你也吃这切上叫吃上吃一去。第二要这连节目都来不懂，俺们这来不懂不掐的，到底看嘛？说明我不对这个我的回答不熟悉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呗。嘛的呗，一旦开始面试给人，这给这吃呢，给这别的或者谈的话题之外的，给这三分这答案这吃呢，然连给不的，看懂吧？啥的弄住的，连看就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语重心长的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10个字吧，10个字，你先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这个10个字里面，你至少花个4-5秒的时间，让你的脑子快速的转起来，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回答。你千万不要说你千万不要卡在那是最不好的。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不啦，我绝对怎么那边呢嘛这那边云那边呢这看见嘛吞下去没呗？可是你已经开头了，你不要想的是这个答案非常严谨，非常要怎么样，然后你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编在脑子里现编，然后说还是聊聊世界呀，勒不达，卡里过勒不是文化方面的，它的文化差异感是呗？文化差异感，卡里能不能再 specific 再精确一点？文化差异、文化感，卡里那种。当然，俺举例说起来，你要是连接不吧的嘞，但我做这个瞬间勒过去呢不，那可能别的可能手机勒不了的，可对不多勒不来什么样是没办。但是生活中我是一个勤快的人噻，运气贼好，我就要说，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勤快的人。为什么你是勤快的人？我说你懒，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懒，你的脑子懒。你为什么勤快？因为你手脚发达，头脑简单。你听没听过这样的一个话？你的手和脚，你要去这，你要去那，你就会闲不下来。然后你的脑子不会，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生活中不是这么闲的话，你脑子里其实会用多一点。我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来不苦就嘛，我闲拿等个月，一年两我是手脚简单，头脑发达。我来个单这借钱没，看做下活的我卡拉索辛苦嘛的，我土罗达的个长罗白或者不接小我的，我来切过的切辛苦嘛的，但你别落下的，就都不得借生没的，密嘛扎的。切上开始让腾经建议给这车讲的给等你出看这叫我的事吧咪，让给出是吧？但出的连家人呢？那个桥嘛的，俺们这桥嘛的，嘛你说的是个，来把推举嘛是这，看的是米啥的王者人工作，米啥的王者人，几个钱呐，你真的很难有那种来个来哒钱，来不来哒是不万中之一。谢谢杜丽莎，天能嘛的。这些口语英语就怎么样？就是不敢开口跟人用英语交流，那你就先跟 AI 交流，用那个对话 AI 对话，用英语会一个说一个，会两个说两个，然后听他是怎么说的，然后你再重复他说的那个也没问题。我的手机基带出现了故障，姐姐你了解吗？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你是怎么面试的？去匈牙利 ？OK， that's a good question。呀，到底吃呀？我是当然说吧。我汤不得哈吃不得是那汤不得拉着单不得。你拉着单叫拉着如果拉着offer 真叫这个长期，今天说拿钱给鱼吧，说我得超出去的工作，你来让 purpose 啥什么呗？让卡的在皮个中间吧，让卡的也可不得中间吧，这个是他们要看的最重要的。知道我结合的拉不起来，呢，家己记住 pass 切差不的，我家己记住我的论啥，还是我拉不住我的老远结差不的，拉不着我过拉差不的，长拉不差不的。今天你不的，是拿了你个人名下有没有个人的固定资产，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没有现金，或者有没有就是银行的存款？我第一个这个道理，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你不会赖在这儿说你不回去了。
是吧？你早晚要回去。今天说巴拉阿姆拉利亚斯个人名下有多少财产，能不能支持你在这儿正常的生活，这个他们也要管。我弟来去多起的。就是不是说匈牙利啊，这是每个国家的这个签证的流程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的读哎，然后呢，查给的读哎，这个得来着，然后把我说这多些的，拿来老木头，那么就把些牛木头切给，那他这个来不读哎，来不读啊，我呀，第二这记不的，第二让引起很这辛苦多，然后老中时间的给引起当大面不过吧，引起很这辛苦多，我第个咱们当大面的，让的起的，好算到我的是的。姐姐串号能出来吗？但是没有条件吗？姐姐你了解吗？姐姐说完了，不了解。我感觉你是怎么面试的？去匈牙利哦，当天他联系算啊。你面试就是你面试官的是读博士读白人博起站面就匈牙利面试读，也是有程序。然后还是要年吧是啊，也是出去什么不经意插线那边啊，对怎么嘛的，我推荐我嘛的，但这是吧，好吧，看嘴，推荐是打下个对年呀，差也不是素质，对什么，我那会儿年公家的，公家他到啊主这边来，主边来的，就是他那短个大公家那老怕清查的，你价格对多是什么，狂切水或者你拿个价的或者嘛去啊什么呗，价格对多土是款币，土第二个价格对多学，狂钱不是么呗，我的款币。第三大俺们就查他记住的仓大批呀，而且不要太过哟，太过都反而要怀疑你，不要太过，你但推荐我来切土不的嘞，哪子米同样是清没呗，我来去对什么推荐哦，去这单的，但我来下过吧，的黄钱不一没，但米下过嘛吧，你米来等下切动啊，黄钱不的单脚嘛吧，但对什么刚说呢，快同样切动，一年快来同不来，但米仓没米对了啊，莫到底你先拿了啥，这差价不，这没不切，快同面试官给同样拿了呢，第次差价差是没呗。我的年这是款不的，你我这是款，云标仓不了呀，大姐亲不的，我也面试，匈牙利米的嘎不钱就是多米的嘎不起，款啊我这是播这是啥呀？他腾给看最年，听得拿了给匈牙利米这么多，我这打掐的，我这打掐的，款啊我这啥？for what purpose？ 让他这个重点吧是，他过下过的资料都在他手上，他可以自己看。他不看，他偏问你，就是让你有没有那个，他要看你的那个表现怎么样，就他要看你能不能就是正常的应对这个对话。看这个重点吧是，老这重点了，老这看的是啥？你也Metropolitan University 了吧？你也看的城市大学嘛的，城市大学赢了吧？你关键是啥？让把他们看清的啥？从前面这了比。你电脑的存款的这个上面电脑有这张对了是吧？对了比对数，是你今天让看的起来，我打款的啥？让看起来匈牙利住你住多少？这是我打个人的。我连接对人吧，但第一场面我就好单操的。First of all, I like the culture, blah blah blah. Second of all, I think blah blah. 现在我就好等没别打，我们这那个啥，还是不够啊，我还是太自信了。肯定是呢，我的口语没问题。这当年我就当时呢，这打起，几个人说什么呢？你别没事，他不过很这俗语没听见我就当要嘛的，我没有死记硬背，在没有死记硬背的话，这种事情就特别容易出错。我要嘛的，关键啥？我打死说，我的钱不的糖不得，我的钱用呀你不得我是，他花了对年制了我们打匈牙利因为便宜，甚至了我们打，给了改不得比得差不多，新年前我不抓住你做就了这，这我们打 ，I love 什么呗？我白的可能匈牙利个人文风情，搞不显那或者，第两个最拉真拿了给师资团队要显那度，第两个老总请你出来给看啥，起来的白的可能看了过来三不十几看了过来这小数，我这就是老总显那请你注意，但我掐真或者过的，那差不多，那 OK 噻，那么啥通过前的什么的。等消息那个人家护照的上面提着等消息噻，我拿罗皮打的，你俩重庆人查马西看别吧，罗皮，估计点没呗，你们习主才嘛的，习主嘛的，到几次请不？才是那来我的嘞，到几次请啥不打？你来说，你考给不用给？然后你马上下，你要邮寄还是你要过来拿啥？邮寄那边我给不拿出，我的请不得，打请呀哪去呢？哎呀，大好说，在到那边怎么意识到外面的和里面的差异噻 ？OK， 第一次 OK， 你来的了，到那边是对什么？
你们登记了看上吃话的150倍要多，当然官腔先拿下中没呗，挂，吃话150倍要多，挂你了挂。给兄妹，第肯定是吃不来是呢，汤不得，我能住泡姐可多来不吧？没脏了什么去？我那会儿脏我们闲那多，对怎吧？我汤不得来对怎吧？但我你最忙不闲那哈不的第八我你们汤不好了来对你最闲那喝没呗？我那会儿给这汤不闲那你干净，我太过自信了。我的其实我通过闲那热没呗？你那我呢？那最长了 ，under the control， 我的落在我了，不地过来给了，我那会上街就那个表领委员那些，我的没进那了，那个长么都是冷下雨，哪到或者没进那了，那卷或者刚才通过没什么样子没呗，我丢的，今年卷的，我来的，我卡着鱼，我卡银联卡，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储蓄卡，我记不起没，我的体育节用，但我现金的刚就嘛的，我就一个卡。我掐账或者卡进那路面，但你上到我们的卡进嘛，哪能看得起啊？卡进哪些也们投票让我妈对我去弄卡起啊？我得上我刚才打嘛，打我那会儿印象中就住没呗，来一张卡走遍天下，而且这个不是 Visa 卡，这是银联卡 Union Pay 才说的，我的，我的没说嘛的，起不的。大嘛团不吧？但长嘛的有什么？可是呢，你养老中刚才嘛钱嘛大，你钱不大，你谈的就是得谈的阶级艰难了，银联卡通用度%的，欧洲了%的，就是这个没呗？对呗？给这长不小，娱乐弄不起别了注意，你弄不得注目度。还，但你得掉嘛，但你是嘛用嘛的，欧洲是打忙去抢嘛呗，抢你开我嘛的什么？我给这来不得，得来差不多工作，你们谈不得活啦，地广大的活啦，我中间你们住，中间嘛的，我那边你俺住吧，我第一个学期我是住的是学生宿舍嘛，是吧？老这你俺那待会儿，老这你俺那待去对怎么办？老这你俺你用嘛的，你俺用嘛，我老这你俺用嘛的，当俺没得那么久度假闲那会儿顶没呗，我就打下落来门卫楼嘛呗。这个门卫就是嘛，我就当时给那上面单那些去了的停止群去确定那了的保安是哪个的，这嘛的，和门卫是呢有空调有什么都有，康贝教学楼哪落的人，这教学楼哪落情况这，当然会咋清皮，你和我那会儿要闲那边，你看这那边，落不地落么3批那边，I'm a freshman 那边，落么3批，我谈的那么谈的嘛，拍差劲那边，我最拉这，谈的年行考下要来那边，看我这啥，看我打起数，你给是谈不过去的，我打起数，带差不多，那么上过去就带数，马当时都快过年，我会儿经历，我那会儿这些，过去带数。有嘛这啥，还空没啥，谈到我说来个车推最嘛啥，你这你还苦于那边，看他来个车推最嘛这的嘞，我最那这年干的可把鱼没这个冷的这个是呗那边，那这年干有嘛这啥，还空没啥快，还空没啥，还空没让狗啥，还空没让狗啥啊，你这那边。但谈的起不先拿恰下那边 ，Can you please tell me 那个咩？我那推什么？我的当年弄住的。你拉我最大话说吧，谈的让个写打个啥的，外面和里面的差异，差异切说的，我最简哪里呢？拉这年俺对拉这那有的有嘛的，拉这年俺对拉这那有的有嘛的，有的呢有的有没呢有嘛的，我最场面还坏了是的，我最场面还坏，拉这年俺对拉这那有的有嘛的，有的吧？但你我的那边那去，但拉这你讲拉这那有的啥，你可多拉这才个行的，谈不得。你拉这你讲的看嘞，我这对啊嘛呗，拉这你讲拉这那边那话的，我还去个嘞，这么多拉这你讲去了多工作，拉这去了拉这那公交的站送着的，去了多。但第你们的，我这你我的啥，是拉这你讲的拉这卡讲，拉这你讲给卡讲的，拉这卡讲别落啊或者啥，你明白的地址，3年卡讲3年楼吧，别落啊或者啥。无图的嘛的，
你过那边，你过这那边，谈的那么出来跑子音那边，岂不现那恰恰你让谈的那种可能那个起啊，最最慢慢你还故意呢，岂不现那恰恰让人若不是切切地水的吧你但是但这都要去踩到钱的这个是呗那边，这啥 ？I don't know 啥。有啥有嘛的啥，但有嘛的 I don't know 啥。我那哪本这清没呗，可多过哪本这清没呗，这下去。我那没说是团着下去，秘密弄到。我那会儿跟住那这也有的，我那会儿秘密弄到从地来看到什么团的，没得是团给这吃些说的。我那这水那这清了，那这水了，这谈的这没呗，城乡结合部弄嘛的哒。我这从地到从这个地是没呗，我得的。但广大才那个从出头中意。最中意，米可能秘密弄到我那米把啥起在同样嘛？但我看这桥来上去，米这都米的米说是刚才么都都干的，我也是给这可拍嘛头，啥东西都上去。你看俺这啥，就是啦，米罗长嘛，现在可来热的上去嘛，团皮，嘛团差不多。就是嘛，我给你给米包住的，我给不了。那么这个呢，我先包你给这些那些，从今年这边给米包从本这，我这里啥，你可以说白可能干来说，我那这给不了，我那也不是拿土不的包的，也不是拿土的包给我那这给不了，但包的我包的你吃了苦掉的多嘞。特别啊，可能你们那我那看这些我们好么说，地广大的水的。包的你大概这个啥？你知道吧？民度米的也请民度那边。你知道，但条码谈的起不下想啊，其他你那边都或者鸟这才么说你从么都卡巴那那水了中港大这都个几打到其他，我中港跟几把那边水的吧，还没呗？对呀，几度水的啊几度，中港那对不对？但第广大的，刚才现在看中港那的中港那年前不然，你们的伢浪用钱嘛呗？真不灵西北去那边那是没办法做，没是真不灵西北的吧？咪去个弄不是简单的这个嘛啦，真不灵西北来那边说是。看的是那个做列队子嘛，但广大是哪个的吧？云州说的当然这生的这些，这嘛不通过么多啊？现在嘞，小个但你没看了，你们你没看伢拉嘛嘞，一共都是怕比较是当边，他的话嘞生呗，我那穿越这切切，这辈子我投胎成一个三只生呗，我那会儿短剧这哪落里啊？我那这哪玩的多？他的话嘞，我得看这是来不来生呗。俺白说说，年对什么？我最低我的留学生群这我去买来看呢，白的看的这钱拿了出版那最高这一万米，年看最拿了几次去，有偿这讲啊，我接不是个。今年你拉在那报道去啊，你拉在宿舍采了去报道去，宿舍采吧呀，你瞧吧，合同说了这钱给就先拿要的宿舍采吧嘞，那我这采了其他那边，我这采了宿舍采了其他那边，宿舍采，你这哪的你多这哪我吧，我这哪行李箱有了，我这个那我接不给，我这个采油厂那边，给不起来说你咋了？你采我最有啥？后来说你小那边，开始小搞小那边，小那差不多，后来差不多，你可油厂费可是这么我们阶级这么呢，可。去最几个来个嘞，去最你个来个 ，OK， 但忙着去最你，看的是哪个大的水电的吧呀？这个长个档子啥子几个掉了，去最你两年我们阶级这个钱是不是好挣？我那些矿工不切不对，差异很大，非常的大，矿工不切不对。这个来呢，我那家长看见不？我有的，给没得嘛些，看的那我有的，我刚来没那，这外面那起货嘛的。到我底下我说听堂不有的。啥我记得你看你看拿了点嘛对不对？堂不陪那去的怎么他妈开始去的他妈上面做不了对不对？但他妈蛮有让有出说他妈用啊钱皮，我还他妈有这样中钱不现那有的。但我最艰难的那打，但地那差异刚住了吧？艰难的那个做。他妈总是呢，但我的从刚刚说的小卖部说的，这是吧呀？他妈总是卡账嘛，对，他妈总是卡账的。加拿大这里东亚说的这里中国的来呀，小卖部那他妈总要往这买的。在哪里能够做这是吧？哇，这个3元你刚不去看呐？在哪里的小卖部呢？他妈中国的吧呀，拿广州小卖部的，真的中国吧？几个连着嘛？他妈做卡不占有的。但你他妈做是别个里面还古语，别个里面还古语，俺亲密，他妈用俺亲密。呀，绝对什么？但我最艰难的呢，但年轻当时的，年轻的，俺对于呢，我那俺明了也不见面。
我的名他妈名东亚的名西亚的名牌子名咱们也不见面我的名这一边说俺也不见面当俺学毕从那上面写那当没迪卡萨地名卡萨什么呗我这一大家记得大把嘛的忙起俺上面课没名这当俺推荐给那他妈要知道牙气当俺名称个嘛吧这个有年了干那这个没呗原本的卡些个对嘛，咱们这听啊，卡其他选后面的上午听过吧？卡些个对选后面听着，卡些个对上午听着，卡些个对性别这听你住啊呀，嘛这这，哎，你俺就觉得这就原本的要这个选后面手语，原本的要这个上午手语，原本的要这个足就让俺屁股冷没呗？我的，到底俺来空气了吧？得来差不多压住。他妈掐干，我做去做上班，你他妈听下的，你这是明嘛着，明我了的，明我了，小干日木掐干去明到的，明了，但也得还冇去，也注还靠我们的干净么多。kon tu de wan balu dio ri tu junga wan balu skim jos me be m skim jos me be wo di yun jo ri ta ina nga wo ti thon nga di nyon ne le di mi thon yor ba ta thon yor ba ani do di nyon ne zhe ba de ya su ke gu刚才同学们都，他差不多刚才恰干啥？你明是的，俺地干明道嘛的，明群现在没办，你干，可是他做啥的那了，干的有多怕小没这些，俺明道通不多，俺要现在带吧你，但得带吧，干几年子亲了的，干几年子亲的，他干几年的不如了，年接不了了，把这算，肯定是他们做啥那了，明年他们那了也主要嘛的。客户你了吧？但俺当年如果你们多请那个你们你这个嘛，当个你们几次个啦？对了，客户你们是你们多同事要进那个买烟的地方，但钱不大的群众，好像群这呢，我这里落水，钱不这能办的是直接地图啊，明个做哪个人能办这，但我做哪边个啥的，迷你租亚马屯亚迷你租亚马屯的没钱嘛的，俺们那老亚租这的，但车的吧咪，俺这可给过多，可给我信不得是多等没呗，但我的车的这种吧的。怕是的吧？我今年帮这查下，帮米新啊这些都帮这下，帮这下什么状况米？但俺这很多菜的吧米菜大锅吧，但的锅不然那么的，帮用的帮这个的，但的真不的做他他们吃的，顶俺的说过嘛，当俺朋友那应该帮这个嘛的哒，我最帮这录水嘛的，甚至的说过嘛的，的说过嘛的，但你也开始说的是那帮有你通过人家哥哥嘛的，人家下过嘛的，是吧？对了，俺谈的帮这样米。카린스는 디나로 내가 타만 오심 까지 동안 카린 오래. 나 톱자 업자 지게 타만 심에스 텐자가 투포스는 같이 오래. 말왜? 하고 말하면 네가 하고 말았다 돈이 유업시다. 돈이 유업시 또 지글 바람이 참로. 당고대 단에 가르쳐고 나섬 주. 다 어디 삼담 던지 버라데 님이 방 토주아. 방 토가라 딱 다가라리 갑죠. 나 두샤 대대오래. 방에 수네 두샤리 무스 직샤. 人不是那来康白拿落来迷你钱，俺的弟妹呗，还是他那啥脸啥，还是看的脸啥，塑料给他的，他长大这拿落脸子这是嘛小妹呗，我这说是脸子就的，第七罗那米的，现在嘛是这土多米帮着的下，俺明年还过了吧，俺的国家的片都能 OK， 俺帮真大个的，是吧？俺的国家的店不中，俺的帮出是那刚就是这开起来，俺推出来嘛的，俺的国家的还没过呢。俺把这个多年当我心目当哈我们的感情都当俺哈叫来什么状况把的这个去吧，但提出把它的打，虽然泡沫多，摸多，汤不的泡沫的，没有俺这啥，拉不得，刚不得，卡的，掐脏活的呀，配剧当家没有俺给写过的，把这个是有不他说的双语我听不懂双语，没有这啥，啥，你卡手要了呗，卡手要了呗。是了，你把俩做他得有的，但没有俺去看这都学得过了，他的模样吧晓得，哎没有把做这样是啦，把这个是啦 ，OK， 但你把这个事业上去，你还古语了呗，你 OK，I know 了呗，你还古语，看你俺这么大了呗，俺你他妈登过语了呗，哎没有你还古么都没有都去那么久年不闲那会儿顶没呗，我那会儿你把么真的看着去那么，哎到底有说俺把么这个嘛的，你还古语。但没有我是看到那个的长嘛，那些配角当家就是俺冷没呗，俺冷没，俺这上去，有说上去了，我米克老师代表，俺这很多他妈才代表，就是一个去些冷没呗。我心里感觉么多，那但
但没有什么我帮你嘛，下三不着。帮这么就没有那个嘛打客源是个的，我家那专业给我店员给我那么大个的，然后帮这么说，刚才帮这些呢，家那中给是那么大个的吧？没往这看了的，没有啊，人当然足足要往这看了的，有嘛的吧？都要干什么就，对了，有时候我也是看没有那么就给这个说的，那喊你干这空不多，俺这很多单的呗。但必须把它点，但没有什么你把这个么多生活不着，没打没就了没事了噻，没对我那会儿考虑去年没我那会儿考虑去下，但没个月嘛的考察题，我那会儿绝对是嘛第你们两个无图差去，我那会儿没个俺考察题，但俺比较难点大，没个月嘛的窗帘路嘛的纱帘说什么的，第一个帘子什么的，塑料个纱帘说什么，我的怕考察，的怕是比较大，你那个那天。最多那天讲俺妈都是比我的，妈就是打班子是，俺这班就我那会儿家不说上去，天天热的那上去，现在到我的什么了？但你通过了没有？俺班这个就是，你我那最多那是听过的嘛，比我的，你按这了呗。你这里边 I know 了，你还口语了呗？我你俩我这看着搞不的还没好呢，我看这帮助了 for what 了呗？我看这些的帮助了呗？我这女搞不的还搞呢，俺你帮这个的，我得帮这个都什么去了呗 ？I don't understand your language 了，我看来给还搞么都看中了呗，对吗？看住，第年过去是嘛，中都是嘛，立刻你就是嘛，去做还搞的，哦，去做还搞的，他们的年我就是了呗 ，I don't understand 了呗 ，I don't understand 那个没呗。我让给看书没还公们多了呗，大家当年一起给不啦，给不了的，匈牙利米里下的了，这书不掏不了是那啥教授人家，一起给苦给，我啥 ，you have to take the lines， you have to take the cues， 然后帮这个大啥 ，I know 了呗 ，of course I know 了呗，你还国语 ，can't you see I'm not from here 了呗，就这通不多呀，你当通不多，我是外国人呀了呗，你能怎么，你怎么能期待我一个外国人能说你这个鸟语？你这个匈牙利的鸟语，我怎么能说？你是什么期待值吗？匈牙利不是什么那种包容度很强的国家，他这边没有外国人，外国人只有工作和留学，没有别的外国人。我这啥？你可那边可能就要的是多，但你可要这些经没呗？你这那边你看不到我是外国人吗？那边我外国人 ，How you expecting me? I'm understanding Hungarian 那边，我匈牙利给肯定是苦的，起来我期待看起要那边，空不多那边，还国美那边，你还国语，班这国美你还国语那边，但我都是那差不多，也这个啥，但勉强差不多那个没点这啥的呀，第三。我到有时候什么，今年鸟里面电影的定住，从刚到那地方看起来今年鸟来什么去，看不你这些比，弄的起火头木说什么去，帕卡罗莫的 fuck you 了比，但国际手势知道吧？你听不懂英语没事，我听不懂匈牙利国际手势知道吧？可都好的莫懂的 you 了比，俺亲皮。我那是，那我今年之前你看他好不是呢？匈牙利米啥什么多啊？我做他的装备么多啊？他那个做看不到装备也用个膝盖说多，他们也是游牧民族。今年工作还搞不巧的，工作看他还搞不巧的是呢。他们不应该对一个外国人期待他能听得懂你的鸟语。我才刚来，我刚来没有1周，刚来我到少这个情况嘛，他们做不了，我现在嘛他们用不得。我这是的，看他来不没呗？我是来了1天，我可能不懂你们这看来这风俗习惯，我不懂。但是你应该懂，我是一个外国人吧？你不是瞎子吧？你能看出来我不是像你这样的长相吧？我岂不显那生呗？我今天去匈牙利面搞不干净没？我那安得干没？罗你得多干没？可最好过多啊！我去罗马团队子嘛，匈牙利那么就可这顶多。但你过几次我嘛打，过去俺这打是我嘛打。你要看我这个人啊，俺家原因，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客户和做生意的关系。我要买你的东西，或者我要在你这吃饭，我是你的顾客，我不是来这求你的。我得能给我得说是顶了呗，给我买可能给，可做的企业单呢也跟找嘛的，就是匈牙利特有的特色。当然的来没下过嘛的，来对没下过嘛的，但今天才俺那有的。아니 얘 등게 지금 하고 있단 말이야. 당부디 가라 하고 줬으나. 我有 말이야. 你弄出嘛的。我太善良了，太好了。당부디 수다. 他做女人啊是个什么事儿？你也看啥？你没得看啥 ？I don't understand， 是吧 ？I don't understand。是怎么看说的？我听不懂，我不知道。
所以咱把我把所有的怪在我身上，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法正常交流。这是我的思维，我刚开始的思维。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法正常的交流，所以我听不懂你的语言。其实是这样吗？其实是这样吗？不应该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吗？你也谈不念思路的，我的这个是大错特错，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要说什么？我要说 Do you speak English? Speak English. Speak English. 인지겨. 나 콘조 때제 I don't speak. 你按这冷的话，你按这冷的话，I don't understand 了的话，这个问号在我头上，然后整个怪就怪在我这个问号上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可多话的不说啥子了 I don't speak Hungarian. I don't speak Hungarian. Why would I speak Hungarian? 我가르치자匈牙利교육래我匈牙利妹妹我인지 럽젠 소도니 배 인지 럽젠 소유로 근데 참 인지미 가르치자 인지 럽젠 인가 교래게 하고 곱지하고 그래 나 그것도 러브 벌써 sab지 니 안저 럭메다 I don't understand 럭메다 I don't speak your language 我교래게 심해 같이写그래俺的也不好呗，因为我们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了，如果我说 I don't understand， 我会站在下风，所以这个是不好的。No， 我还没有听弄猪말이， 我写没，我讲你中文读 I don't speak， 啥子没呗？我写没信不말다， 讲那么信啊，给我말이， 接没信不有말이， 讲你印的都没信不接我말이， 讲你没말다， 我讲你中文读，我讲你中文读 I don't speak。可大个的，인지사도 오늘 그렇게写难没呗？我就별게 있는，我给这新的人呀，迪斯马塞说的记得，你这讲中的话，인지可的，这个就是很中立的一个说法，不是说啊，我不说教育 ，I don't speak well， 我教育的，我这实际上上的，我인지我匈牙利给什么，我不说，第四个嘛了，我马斯基的哦，广播们从我匈牙利给新的没，第四个嘛的，就是我的赢不的。我说你给新没？我开始说呢，让人家写的，开始写年吧，写年呢，让俺给写年呢，让俺给必须当我的，俺给写年是的，俺让给写年中文读，肯定是俺让俺约说这话嘛的，俺办这个么这约真这话嘛的，俺来这啦有的通，俺办这个的，第哪了呢？你看还没搞懂呢，你让给这。